这个华航的机师继续罢工，再起来进行第4届的协商。协商开始进前，交通部的处长王国材形容劳资关系就亲像情人同款，三不五时会小小啊冤一个，但是也是爱着对方。双方经过2点钟的讨论，总算搁进一步，伫外籍机师的争议达成共识。 对于今天的谈判有没有信心？这是双方啦，不是我单方可以说的。短这边听由发表谈话，华航总经理赶紧行入会场，要参加协商会议。这是华航劳资双方第4摆坐落来面对面的讲。一开场，交通部处长王国材就笑笑的伫讲，这个劳资关系未算是正理。我会有小吵架，甚至大吵架，但是最终互相爱着对方。 永浴爱河。讲希望像情人正式进入协商前，华航先出招，抗议工会代表上节目抹黑华航。我只想确认一点啊，他昨天的身份是不是代表贵会去出席那样一个电子媒体的节目？我想要确定这一点。重点，我想是，如果说他的言论是符合工会活动的话，那么就应当受到工会法的保护。 强调要保留法律的追诉权，华航的态度强硬，率领双方才进入主题。国际副技师的身份一直到接近中昼的时，才有重大的进展。双方达成3点的共识，包括华航2年来研究规划，敢若禁用外籍的副技师，袂使用正技师的身份用外国人。不过规早起也未赴讨论到另外一个关键的诉求，铁换华航的高站。华航技师罢工已经进入第7天，外界拢希望讲，这场交通部处长伫讲的，争议冤家。会使赶紧结束。